台湾话艺术水较好，古今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理。好朋友，咱今日来研究日本时代流传伫咧十指两拍真艺术嘛真趣味的小步歌四句咧。头一拍，见面讲对，眼来看到的草木金柑来，金柑开花六叶现，泉州出入金线莲，别人较水无新鲜，意爱娘仔下高宴。金柑踮遮另外有一个意思，就是新娘要过去新郎因兜的时阵，过去日本时代咧爱嫁金柑，安怎样解说？金就是金钱，丁新亲情，新郎迄头会趁大钱，柑就是汤柑蜜甜，见底甜蜜的家庭。金柑六叶现，泉州出入金线莲。当讲来到遮是要啉退火烧，毋是啦，咱要讲豆腐的啦。头前两句咧讲草木，后壁两句咧讲心情。咧讲别人较水，我无新鲜哦。新鲜，日本时代老辈另外一句词讲叫做新无。别人我无新无，我敢若输无你一人。因为我的心肝心魂拢总对你陪。毋则原因就是因为你甲我互相缘分会合，所以新娘叫光啊未到，媒人化做头。讲老未到，缘先到。毋是敢若生缘尔，四句连第二拍，咱要讲娘仔生水10外岁，面目较有讲断皮，下得甲娘共伊坐，较好分开见着过。咱知永早的人早嫁娶，28青春，就伫咧讲亲情，所以头一句才会讲娘仔生水10外岁，面目较有过啥？有过正讲的周端，遐尼筋骨。袂赢过你，面目有够幼，我有够新鲜，有够意爱。下得甲娘共伊坐，莫讲共床困啊！咱做伙去读汉学，先生站顶头咧教四书五经，我甲你坐共了以后，我就感觉欢喜啦。今日有法度甲你结亲情，比较讲分开见着我较好。用过，我的前途黑暗，乌云大月。但今仔日亲情讲会成，分开见着我心肝头做一个开，我前途一片的光明。你甲听这个四句联有艺术无？这个男主角有痴情，有真正心肝，互对方挽咧行，为娘挂掉有影无？